解同埋尊重人哋。我哋總會有同朋友同家人意見不合嘅時候，呢個時候我哋要記住，我哋唔可以急於指責人哋，我應該要設身地咁樣為對方着想，給予理解同埋支持。而家嘅我哋更多係生活喺網上呢個世界裏面，喺網上有唔同嘅立場評論，我要冷靜思考對方嘅觀點，而唔係即刻去反駁同埋情緒化咁樣回應人哋。最後係對社會，喺面對社會問題嘅時候，我哋要有批判嘅精神，亦都有建設性嘅思維，以利己利人嘅為目標，基完成自我，亦都要貢獻社會。例如我哋做義工嘅時候，我哋即使面對好多唔同嘅困難同埋挑戰，我哋都要依然堅持不懈。呢個就係宏毅嘅體驗。同時尊重服務對象嘅需求同埋感受，不以施恩者自居，呢個就係寬厚嘅實踐。其實要做到宏毅寬厚並唔係難以登天嘅，更加係每個人要喺日常生活中做得到。通過喺生活咁樣有意識咁樣培養呢種品質，係我哋每個人都要建立更和諧嘅人際關係同埋社會環境。我哋可以由小事做起，從自身做起，將呢個珍貴嘅文化智慧融入喺生活中，共同創造更美好嘅未來。多謝大家。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題目係喺呢個司馬遷嘅精神裏邊體現到君子之文。喺一個中國裏邊咧，有一個好偉大嘅史學家司馬遷，喺佢嘅身上我哋見到宏偉寬厚嘅態度。司馬遷因為你同事件啦而名受公認，佢人生中最殘酷嘅恥辱。但係佢冇俾呢啲所謂嘅恥辱而激怒，而係佢將心中嘅痛苦化為力量，去撰寫史記。最終用呢個動力去堅持完成史記。而司馬遷所遭遇嘅並唔係一般人可以承受到嘅。但佢喺困境裏邊咧，依然咧選擇咗履行自己嘅使命啦，因為佢知道咧，佢自己身為一個歷史學家，佢肩負住嘅係要記錄真實歷史嘅重任。佢呢一種勇氣，我睇到宏毅唔單止係一種堅持，而係要喺痛苦裏面去吸取能量嘅能力。佢喺史記裏邊啦，用客觀嘅態度啦，去評價每一個嘅人物，不偏不倚咁樣坦然去面對歷史嘅複雜性。就例如項羽咁樣。項羽喺楚漢戰爭裏邊咧大敗，但最後都係不幸咁樣離世。但係司馬遷咧冇全面咁樣去否定佢，而係用宏毅寬厚嘅心去理解佢，認為項羽嘅失敗咧係源於佢性格嘅缺點，並唔係佢嘅能力不足。佢對於呢種人物嘅全面嘅寬厚理解咧，正正就係司馬遷展現咗佢君子之風。而司馬遷佢喺史記裏邊咧，展現咗對唔同人嘅寬厚嘅態度啦。佢唔單止歌頌英雄，亦有描寫普通人。佢唔單止有記錄勝利者，亦都有為失敗者去發聲。佢對歷史事件嘅記錄，唔單止係對正統價值觀嘅歌頌，亦都充滿咗好多對人性嘅深刻理解。佢呢一種無論係成功者定係失敗者都會記錄落嚟嘅精神，就可以體現到佢對天地間包容嘅多樣性嘅態度，源於佢對生命嘅尊重。司馬遷佢唔單止體現咗喺歷史嘅記錄上面啦，佢亦都對自身嘅命運看待，係佢冇因為自身嘅不幸咧而去怨天尤人，反而更加用一個好廣闊嘅視野去理解生命嘅意義。呢一種嘅胸襟咧，令到我睇到一個真正嘅君子佢嘅形象。司馬遷嘅精神啦，唔單止令我明白到啦，君子唔單止係要堅持自己嘅信念，亦都要積極面對困境。呢一種咧可以作為我哋日常嘅生活態度。一個宏毅嘅人，唔單止要喺艱難裏邊咧堅守自己嘅信念啦，一個寬厚嘅人，佢要喺紛亂裏邊咧包容世間萬物。呢一種精神實在值得我哋每個人去學習同埋實踐。大家好，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由28個鐵學之情馬斯克嘅故事。佢嘅經歷表現出何謂宏毅寬厚，唔單止展現咗寬廣天人嘅精神，亦都詮釋咗寬宏厚道嘅仁愛力量。
勇氣、智慧定係包容啊？今日我就想同大家講下宏毅寬厚呢一樣正正係我哋日常生活中缺一不可嘅一個品質。宏毅對於我嚟講就好似堅挺嘅樹木，無論風雨有幾大，佢都會堅守自己嘅立場。當我哋遇到困難同挑戰嘅時候，佢總會提醒我哋，只要我哋堅持，我哋就可以克服重重嘅困難。佢就好似一棵永不屈服嘅大樹咁樣，令到我哋充滿信心。而寬厚，我就覺得佢好似一片廣闊嘅海洋，包羅萬有，裏面有各種各樣嘅生物，有好可愛嘅魚仔，有好神秘嘅海星同海豚。正正就係想話俾我哋聽，其實呢個世界好大㗎，有好多唔同嘅人，同時我哋要包容、了解同接納佢哋。正如一位智者所講，包容就係智慧嘅證明。接下來就等我哋講下啲真實嘅人物例子啊。首先就係馬丁路德金，佢係一位為和平同自由而奮鬥嘅一位偉大領袖。佢喺我有一個夢嘅演講入面，佢激勵咗無數嘅人，令到其他人都大膽咁樣追求種族和平嘅一個理念。當佢遇到困難同挑戰嘅時候，佢總會用包容嘅心態去將唔同嘅聲音推動社會進步。然後就係南非前總統曼德拉，佢喺監獄入面足足度過咗27年，但係佢冇諗過對呢個世界充滿仇恨同怨恨，反而佢有自由之後，佢更加選擇包容呢個世界，了解呢個世界，令到呢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佢唔單止成為咗全世界尊敬嘅領袖，佢更加改變咗成個南非嘅歷史。其次就係我哋嘅老師，佢哋每日唔單止教授緊我哋知識，佢仲要用包容嘅心態幫唔同嘅同學。試諗一下，當位同學遇上困難嘅時候，佢總會鼓勵同學並悉心咁樣指導佢。呢一種支持唔單止改變咗一個學生嘅學習態度，反而仲會令到成班變得更加團結。最後我都想講，其實宏毅寬厚唔係一個品德，而係一個生活態度。佢教識我哋點樣去勇敢追夢，包容他人。生活就好似一場大冒險咁樣，希望大家以宏毅寬厚嘅態度去探索更加多呢個世界嘅可能性，亦希望你哋可以勇敢追夢，勇往直前，迎接生活上面每一個新嘅挑戰。多謝各位。大家好，我係5D班何巧兒。宏毅寬厚係中華民族嘅傳統美德，佢蘊含住深刻嘅哲學同價值觀念。宏毅寬厚係出自3個字，蜀字，先主轉平。先主之宏毅寬厚，知人待事，利有高祖之風，英雄之氣焰。宏毅寬厚係中華民族嘅傳統美德，佢蘊含住深刻嘅哲學同價值觀念。宏毅指心胸開闊，志向遠大。佢要求我哋喺面對人生嘅挑戰同困難嘅時候，保持堅定嘅信念同決心，勇往直前，不畏艱難險阻。呢種特質喺歷史上得到許多人嘅印證，佢哋以博大嘅胸襟同遠大嘅志向，成就咗種種偉大嘅事業。寬厚係寬容大度、仁愛善良嘅體現。佢要求我哋喺同人相處嘅時候，包容別人嘅不足同錯誤，以寬容嘅心態對待別人，同時亦都要對別人充滿愛心和善意。呢種特質喺人際關係中特別重要，可以使我哋贏得別人嘅尊重同信任，建立良好嘅人際關係。宏毅寬厚嘅價值唔單止體現喺個人嘅品德修養上，亦都體現喺成個社會嘅道德風尚中。一個宏毅寬厚嘅社會可以凝聚人心，促進和諧，使人互相尊重、互相幫助，共同推動社會嘅發展同進步。總之，宏毅寬厚係一種崇高嘅品質同價值觀。佢要求我哋喺面對人生同他人嘅時候，保持開闊嘅胸懷、遠大嘅志向、寬容嘅心態同仁愛
佢喺我哋嘅生活中發揮重要嘅作用。多謝大家。追求自由意志嘅精神都欠奉，更遑論追求一啲遠大嘅抱負及志向。因而我哋讀書人要宏毅，我哋要追求知識，有咗知識，因而明理，因而對自己、對社會，甚至對國家、對人類產生一種高尚嘅情操及抱負。不屈於威武，不淫於富貴，不移於貧賤，俗世不義，縱分獨成，正正係讀書人嘅本色。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我哋正正要借住道德嘅力量，由近及遠，推己及人，將善良嘅理想推廣至社會，普及至人間。而王安石曾經提到：讀書為義多，苦士之不足。我哋自認為讀書已經足夠啦，但係都出到社會依然係處處碰壁。呢個正正係因為我哋嘅心唔足夠寬厚，寬厚以為需要寬容人口。我哋嘅寬厚往往需要容人之失、容人之短、容人之過。即使自己需要忍讓、需要吃虧。舉個例子啦，武則天當初因為聽信小人讒言而將狄仁傑免斥，而當狄仁傑輾轉回到京城後，武則天為咗彌補自身嘅過失，佢就不無討好咁同狄仁傑講：你希唔希望知道背後中傷你嘅小人係邊個？而狄仁傑係咁樣答佢嘅：如果我有過錯，咁我自然會去改過；如果我自己冇過失，咁我已然心安理得，我何須知道係邊個喺背後中傷我呢？寬厚長者之風就不令人敬畏。如果係我嘅話，我可能會千方百計揾嗰個人出嚟，然後再千倍百倍咁去報復翻佢。呢個正正係我冇寬容嘅心嘅一個體現。而如果我哋將注意力都放喺呢啲芝麻綠豆嘅小事上面，咁我哋如何可以實現讀書人嘅抱負、宏毅嘅抱負，將社會人民放喺心上，因而宏毅任重而道遠。多謝大家。